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2月20号。这期咱们继续聊聊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看一看乌克兰战场上又有什么变化。今天是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第1092天，也是乌军进入库尔斯克的第198天。就在这198天，突然传来了一个大新闻。什么大新闻？俄罗斯总统普京19日表示，俄罗斯武装部队已越过库尔斯克地区与乌克兰的边界，并在整个接触线上发动攻势。这是普京在参观圣彼得堡一家无人机制造厂时告诉记者，说的是810海军步兵，就是810旅的士兵，在库尔斯克方向越过俄罗斯和乌克兰的边境，进入敌方领土。这个普京的这个说法给人感觉，俄军不仅把这个乌军赶出了库尔斯克，俄军反而还进入了乌克兰的苏梅地区。但实际上，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言人德米特罗·利霍维称，俄方所宣称的情况与事实不符，并指出库尔斯克地区当天多次发生战斗，其中多次俄军进攻已被击退。双方对于边境情况的说法存在明显的分歧，双方说法不一致，谁的更可信？我记得普京说乌军有5000人在这个库尔斯克被包围，这是他当着这个在喀山参加金砖国家峰会的世界领导人面前说的。然后就说在红军城的波克罗夫斯克有1万名乌军被包围，结果到现在没了下文。普京一次又一次的要求俄军将乌军赶出库尔斯克，从10月份到11月份到12月份到1月20号，到现在也没能把他赶走。可以说普京本人就生活在一个巨大的信息茧房里面，这个俄军士兵、俄军前线的指挥官都在欺骗他，报喜不报忧。也有可能是810旅的这士兵被乌军打散了，或者是他们小型的侦察队迷失了方向，误入乌军的后方，就到了苏梅去了。这时候自投罗网，也没有什么好说的。一支侦察队顶多20个人，那不是自投罗网吗？难道还能把这个乌军的后路给它切断？相反，俄罗斯军事博主称说，不对称战争已经对俄形成碾压，乌克兰无人机完全控制了顿涅茨克等地，俄军的机械化装备一件件排队被摧毁，以至于俄军必须在前线10公里外下车，然后步行前往战场。他们当中很多人根本活不到接触线，导致俄军在前线进展严重受阻。俄乌战争马上3年来，乌克兰发展了全球最具攻击性的海陆空多兵种及无人机部队。这种新形式的不对称战争对俄已经逐渐形成碾压态势。在波克罗夫斯克，顿涅茨克地区，这俄军为了防止乌军的无人机轰炸，开始用防护网撑出一片天空，它道路都用防护网给它防护上。这有什么用呢？乌军可是出动了精锐部队，要拿下波克罗夫斯克，就是红军村，但是已经打了将近10个月，都还没能拿下。俄军40%以上伤亡惨重，向后撤。乌军前线再推进，夺回红军城西南部，也是乌军在红军村这儿还反攻。近期乌克兰军队在顿涅茨克前线取得重要进展，成功夺回红军城西南部的皮沙内村。俄罗斯近期在乌东的推进不仅陷入停滞，更付出了超过2.2万人伤亡的惨重代价，战略行动受阻。根据路透社报道，乌克兰军方官员透露，随着俄军进一步消耗大量武器与人力，推进速度显著放缓。乌克兰军队在红军城周边展开反击，收复失地。此外，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呼吁以公正和持久的和平结束战争，强调西方支持对乌克兰而言至关重要。这个路透社说俄军在乌东的进攻受阻，原因来自于乌克兰无人机的优势、补给困难与后援不足的问题。这个跟俄罗斯的军事博主分析是一致的，就是乌军的无人机部队占优势，打的俄军是落花流水、屁滚尿流、士气全无。这个乌军发布视频说，唯一真正有效的外交活动是继续在库尔斯克进行摧毁俄军的装备，就是一顿猛揍。我们看看这个外交以及国际援助。2月19号消息，欧盟27个成员国常驻代表批准第16轮对俄制裁措施。该机构消息人士透露，欧盟对俄罗斯第16轮制裁的相应决定是在2月19日星期三早上做出的。据悉，此次欧盟对俄罗斯这些新的限制措施具体包括禁止从俄罗斯进口原铝，以及将
73艘新船纳入所谓的俄罗斯引自船队名单。此前一天，俄罗斯经济事务委员会委员叫东布罗夫斯基在布鲁塞尔表示欧盟将自行处理自身安全问题。如果美国决定解除对俄罗斯的制裁，欧盟不会遵循该决定。你看，在沙特的利雅得，这个卢比奥他为了拉拢俄罗斯说如果你能停战，未来美俄之间关系会恢复，那美国欧盟会取消对俄罗斯的制裁。当然这是个远期的承诺，就是你得符合条件停战。结果人家欧盟根本就不接这茬，欧盟说你要取消制裁那是你美国的事情，我们欧盟不跟，接着制裁。大家也知道，美国本来跟俄罗斯之间贸易多，贸易最多的是欧洲欧洲又是买俄罗斯的木材、矿产、天然气、石油，然后俄罗斯从欧洲进口各种电冰箱、洗衣机、家电、卫生纸、汽车。你说你美国取消制裁有什么用呢？难道美国还要买俄罗斯的石油、天然气吗？买俄罗斯的矿，那运费得多高？所以欧盟制裁这个是最重要的。你看，欧盟不仅不取消制裁，还给他来个第16轮，还给他加码，这就是欧盟的回应了。这个美国政治报网站援引3名外交官的话报道称，欧盟国家准备向乌克兰提供不低于60亿欧元的一揽子军援，寻求在美国主持下与俄罗斯会谈初期阶段加强基辅的战略地位。报道指出准备中的对乌一揽子军援可能包括防空系统以及150万枚炮弹。这一计划或会在2月24日欧盟委员会代表团访问基辅时提交。这个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也就是卡拉斯在接受欧洲媒体采访时说，应该继续加强乌克兰在冲突中的实力，而非讨论维和问题。也就是现在讨论维和太早，现在应该是集中精力给乌克兰援助，就打败俄罗斯。卡拉斯说，如果我们讨论维和力量，就会陷入俄罗斯的陷阱，因为俄罗斯并不希望和平。他认为现在讨论乌克兰维和问题为时尚早，并坚信现在应该在敌对行动中帮助乌克兰。卡拉斯认为在利雅得举行的美俄会晤背景下，俄罗斯看起来更像胜利者。这个捷克的总统帕维尔他说，现在欧洲和乌克兰共同的抵抗事业一头冲进了迷雾中，但是绝对不能放松油门，坚持住，突然就会冲进阳光里，一切豁然开朗，抵达胜利的终点。这个帕维尔大家知道吧？这个捷克是乌克兰炮弹联盟的主导者，就负责在全世界为乌克兰搜罗那些炮弹，而且捷克还承担帮乌克兰维修那些坦克、装甲车。这么说捷克是抵抗俄罗斯侵略的坚定的支持者。这个捷克总统帕维尔他是一个将军，也是退伍的，那他对战场的形势恐怕比一般人看得要更透彻一点。2023年乌军夏季反攻之前帕维尔去了基辅，他劝泽连斯基，乌克兰手里积攒的军事资产来之不易，政治形势错综复杂，如果这些资产损失够大，短时间内很难得到补充。如果没有必胜的把握，不要轻易浪费能量发动进攻，要全力一击。你看他分析的非常有道理。大家记得扎卢日内为什么总司令没当了吗？实际上就跟2023年夏天反攻有关系。他为反攻失败，也或者就是反攻没有达到预期，而损失了很多美国、德国、英国的这个装备，恐怕承担责任。后来是希尔斯基当总司令，希尔斯基不负众望，他不在扎波罗热那儿跟人硬杠，叫苏洛维金防线，那都是地雷阵，人家早就严阵以待，就等着你进攻，那是坦克的坟场。这个希尔斯基另辟蹊径，一下就进入了库尔斯克，打了普京一个措手不及，脸面丢尽了。实际上你看这个捷克总统帕维尔，他专门在夏季反攻之前去劝泽连斯基，也就是说现在实力不够，不要反攻，保存实力，等实力积攒够了再叫全力一击。事实证明帕维尔说的对的，你看2023年夏季的反攻那就不了了之，最后坦克、装甲车也损失不少，连梅利托波尔的边还没够着，想切断那个大陆线没做到。这个泽连斯基跑到土耳其了，跟这埃尔多安会晤，这个目的是不言自明，寻求土耳其的支持。埃尔多安再一次重申土耳其支持乌克兰的完全领土完整，土耳其并非这方面的旁观者，他们控制着黑海，他们控制着北约的南翼。埃尔多安明确表示，俄罗斯的土地掠夺不容谈判，也就是你俄罗斯又抢人土地，不能惯着。当然这个埃尔多安也说了，土耳其是美国、俄罗斯、乌克兰和谈的最佳地点，也就是你们别都是瞎跑，要谈就到这儿了，对吧？以前不仅谈了5轮吗？2022年4月份都在土耳其什么伊斯坦布尔、安卡拉谈判的。你到了土耳其谈判，那就受土耳其影响。路透社报道法国于当地时间19日举办
办第2次会议，讨论乌克兰和欧洲安全。受邀国家有加拿大、挪威3个波罗的海国家、捷克、希腊、芬兰、罗马尼亚、瑞典和比利时。你看这个法国啊，现在跳出来，赶紧协调欧洲各国啊，达成共识。那么这2天最热的新闻就是美俄在沙特的会谈啊，围绕美俄在沙特会谈有各种说法、各种评论。我在昨天节目也说了啊，今天继续聊聊。首先，泽连斯基非常硬气，就在美国和俄罗斯谈完之后，这个泽连斯基说他不知道美俄谈的是什么东西，搞不清楚，他要到沙特访问，他就问那个沙特的王储叫萨勒曼呢，他会告诉他的。但是泽连斯基就说他是不会接受美俄之间的协议。3年前白俄罗斯会谈、土耳其会谈，就是在乌克兰最困难的时候都没有签署协议，所以美俄给乌克兰最后通牒，乌克兰他也不会同意没有乌克兰参加的任何协议。大家看视频。І у мене таке враження, що зараз відбуваються якісь перемовини, і вони з таким самим настроєм відбуваються. Але вони відбуваються між представниками Росії і представниками Сполучених Штатів Америки. Про Україну, знов про Україну і без України. Цікаво, якщо ми в найскладніший момент не пішли на всі ці ультиматуми, звідки таке відчуття, що зараз Україна на це піде? Що стосується Туреччини, тоді, після ультиматуму, Росія зробила такий самий ультиматум в Білорусі на зустрічі і такий самий ультиматум після Білорусі в Туреччині. Ми з вами розуміємо, що ніяких домовленостей ні під час окупації Києва з русскими, ніяких домовленостей під час зустрічі в Білорусі, ніяких домовленостей під час зустрічі в Туреччині у нас з русскими не було. Я, як президент України, нікому нічого не гарантував, нікому нічого не підтверджував. Тим більше, йти на ультиматуми Росії не збирався. И не збираюсь. 泽连斯基还是骨头很硬啊，是一条硬汉。正因为这个泽连斯基的回应这么强硬，这个又惹恼了这个特朗普，所以特朗普今天好像发了个推特，社交媒体上他骂泽连斯基是个独裁者，这泽连斯基就不应该反抗。3年前就让泽连斯基跟俄罗斯谈，你不谈，打到现在把我们美国人都拖进去了，花了这么多钱，他大骂泽连斯基是独裁者，而泽连斯基则说特朗普，对吧？到处传播谣言。特朗普说泽连斯基的支持率只有4%。胡锡进老师还信了。泽连斯基自己说他的支持率最近民意调查是57%。这个特朗普说泽连斯基4%的支持率从哪儿来呢？是俄罗斯给的数据。然后特朗普又说美国给乌克兰一共是3200亿。特朗普说他说我们给基辅3500亿美元，可能稍少一些，但这是一个巨大的数额。可是这些钱都去哪儿了？这个泽连斯基回应他说这些数据不准确。他解释说乌克兰战争代价总的这3年一共是花了3200亿美元，其中1200亿美元是乌克兰人民承担的，也就是贷款要还的，2000亿美元是美国和欧盟共同承担。他进一步指出，美国的援助大约为670亿美元武器和315亿美元财政预算援助。根据美国国务院的数据，截至2025年1月20日，在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期间，美国已向乌克兰提供了约692亿美元的军事援助。同时，根据权威的美国国际关系委员会估计，自全面战争爆发以来，美国对乌克兰的总援助约为1750亿美元。那不管是哪个数，泽连斯基说也就是不到1000亿美元，美国国务院说是692亿美元，美国国际关系委员会给出的数字是1750亿美元，都没有特朗普大嘴一张3500亿美元。也就是特朗普这个3500亿美元这个数从哪儿来的，他也不说。泽连斯基说我没收到那么多钱，我也不知道你们钱在哪儿，对吧？我收到的就是670亿美元的武器和310亿美元的这个现金，就是援助。而且这670亿美元的武器还是以新武器的价格买的旧武器，是你的库存货，是你淘汰的。面对特朗普和普京要逼乌克兰马上进行选举，一选举他们就要一操纵，泽连斯基恐怕就要下台，就这么个局面。泽连斯基下台，换一个亲俄的总统上来，什么事都解决了。某种程度上就是把蒋介石搞下去，让汪精卫上，那是不是就解决了吗？大家想想是不是这个道理？所以泽连斯基硬抵。2月19号，泽连斯基表示在乌克兰加入欧盟和北约之前，他不会离任。泽连斯基声称，如果明天乌克兰加入欧盟和北约，那就不再需要我了。但在此之前，我将保卫我的国家。目前大家这个认为乌克兰
克兰如果进行总统选举，那么几个人是比较有力的竞争者啊，一个就是乌军总司令啊，前总司令扎卢日内，一个就是前总统波罗申科，恐怕还有其他人。但是目前看，无论是扎卢日内还是波罗申科，恐怕都不是亲俄的，他们抵抗俄罗斯的决心只会更强。面对全世界媒体，除了俄罗斯还有黄俄，那对特朗普是大加赞赏，其他的媒体都在批评特朗普背信弃义啊，见利忘义。但是这个英国的前首相约翰逊为特朗普辩解，他是这么说的：特朗普本来就不打算说符合实情的话，而是为了惊动欧洲人，促使他们采取行动。约翰逊说，我们欧洲人什么时候才能停止对特朗普的诽谤，开始帮助他结束这场战争？确实不是乌克兰挑起的冲突，一个遭受暴力侵犯的国家不应该举行选举。泽连斯基的支持率当然不是4%，特朗普的言论并不是为了符合历史，而是为了震惊欧洲人，促使他们采取行动。某种意义上就是金毛约翰逊，他说特朗普说这些大话是为了刺激欧洲，刺激你们得振作起来，你别老指望着美国。实际上我认为这个英国前首相约翰逊说的还是有可取之处。我不是为特朗普说话啊，因为特朗普在选举之前我就说了，我不喜欢他，就是因为他对俄乌战争的态度，他一上台让俄乌战争会产生变数啊。如果是哈里斯上台，那一切照旧，再耗个2年，这俄罗斯就黄了，俄罗斯就耗不下去，失败。结果特朗普一上来就会产生变数，往哪儿变咱也说不好，因为特朗普你不好预测。果然你看变数来了。但是我一直说，你就到现在为止，特朗普到底做错了什么？你可以说他说错了，他一张大嘴在那胡说，但是他到底有没有做错什么？还没有。所以我在想，特朗普他在竞选的时候说了，他要让俄乌战争停下来，对吧？他说了24小时，24小时显然是做不到，但是这是他对美国选民的承诺，他要让俄乌实现和平，这个你不能否认的，这不是特朗普说的吗？他要这么做，那你想一想，特朗普的美国的角色要发生转变。以前拜登的时候，那就是不接触俄罗斯，因为他不想谈判这乌克兰人的事，你想谈你找乌克兰人，别找我美国人，那我就给乌克兰援助，乌克兰要什么想办法给他援助就完了。这是拜登的态度，你拜登他就没打算调停，也跟他没关系，支持乌克兰，所以他就是站在乌克兰这一头。那现在特朗普上台，他要调停，那这个角色是不是发生转变了？如果他还站在乌克兰这一头，他怎么调停？那你还不是就帮乌克兰把俄罗斯打败不就完了吗？那怎么和平呢？还不得打？特朗普已经说了，他要实现和平，那就意味着美国的角色发生转变，他就不能再站在乌克兰这一头。那你想一想，特朗普这个时候要想把俄乌双方这两个根本就做不到一起去的，两个水火不容的，把这两个人拉到谈判桌上，他作为一个中立者，把两个人拉到谈判桌上，有那么容易？人家凭什么听他的？泽连斯基的角度来说啊，他希望特朗普，你得从我的角度考虑问题，你从乌克兰的角度考虑问题，我们要领土完整，你把这个搞明白了之后，你再去跟俄罗斯去斡旋，那这个没毛病吧？这欧洲也是这个态度，所以他们就特别讨厌特朗普，你居然没跟我们打招呼，没跟我们达成一致，你就跟俄罗斯去谈，你把我们出卖了。但是俄罗斯的角度，普京的角度是什么？对吧？你特朗普既然要谈，那你知道我的需求吗？我可是什么北约安全，你的乌克兰不能加入北约，我占的领土的都是我的，对吧？已经写进宪法了，你懂吗？那你说特朗普如果不采取一些手段，他怎么可能把这两人搞到谈判桌前呢？大家仔细琢磨琢磨。所以特朗普所作所为就能理解了，他要对两边都要施压。他先是骂普京，对吧？你发动侵略战争，你把俄罗斯经济搞得一塌糊涂，要崩溃了，你还打，是不是啊？前一阵子他不是骂普京吗？你要不听，那我就对你加倍制裁。以前制裁是10分，以前只有3分，我现在给你加到6分，这不是特朗普说的，不给你加嘛？特朗普对普京说的狠话，媒体好像就没听见，也懒得说。但是特朗普你看现在他压泽连斯基，压欧洲，因为他说了，你像这种谈判，那一定是双方都要让步，因为毕竟不是一方以绝对的优势把另外一方打败了，签城下之盟，那你没得谈，让你怎么签就怎么签。现在毕竟双方都没有失败，那你不可能签城下之盟，那也就是双方都要让步，那谁让步？那所以说他压普京让步，也要压泽连斯基让步，所以他就 PUA 泽连斯基，指责欧洲，说欧洲你们这战打了3年了，你为什么不调停？现在我来调停了，你们要参与。说泽连斯基你就不应该打这仗，你看看俄罗斯对你手下留情，只用了20%的功力，如果80%的功力再加上，你这乌克兰就没了。这就是特朗普说的。看看特朗普像不像一个大流氓，协调两个小流氓帮派矛盾，不就这种态度，两边压。实际上特朗普要想推动这个俄乌停火，实现和平，他也只有这么一招，他不可能说站在乌克兰这一头去
去压普京，那只能是给乌克兰打，他也不可能站在普京这头压乌克兰，他真心的帮普京啊，或者真心的帮乌克兰，他做不到。所以我认为他到现在为止，他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对俄罗斯制裁，也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对乌克兰这什么措施，没有，他是靠嘴、靠恐吓、靠骂、靠极限施压，把他们先让他们同意谈判，能往一个桌子上坐。这是我到目前为止我对特朗普的一个认识，就是他还没有做什么对不起乌克兰的事，他现在所做的一切符合他调停人的身份，他也只能这么做。你想想，你要是特朗普这个位置，你怎么做啊？居中。现在问题是在欧洲这儿，欧盟、冯德莱恩、卡拉斯这些人是非常坚定的反抗俄罗斯侵略的。这两个女将，剩下的那些人一个个的，你不管是英国的斯塔默，还是德国的舒尔茨，还是法国的马克龙，哪个能顶得上泽连斯基呢？前怕狼后怕虎，这个岁月静好的日子过习惯了，他们根本就经不起这个美国突然说我不保护你了，他们现在从这个懵的状态还没反应过来。所以我一直说啊，这欧洲团结是最重要，欧洲人要认清现实，这回你自己要出血，你要真的要出钱，不要指望美国人帮忙了，美国人他不给钱，特朗普肯定不给钱，那你欧洲人出钱，你去美国买武援助乌克兰，这个对欧洲来说可以说是一本万利，一劳永逸。为什么呢？这个战打了3年，俄罗斯明显已经扛不下去了，现在就差这么一哆嗦，现在特朗普抽身走了，美国人不管了，那你欧洲补上，欧洲这些国家不要再打小算盘，有钱的出钱，有人的出人，有技术的出技术。如果把俄罗斯打败了，那欧洲是不是基本上就没有敌人了？欧洲哪还有敌人？从欧洲角度来说，现在你把军费加到5%，未来3年俄罗斯一败，你的军费可以降下来，继续降到1%，难道大国还能打到欧洲去？那个时候他就不需要听美国的，不需要为美国的马首是瞻，当美国的小弟，对吧？他们也不知道跟美国打起来，所以欧洲一样这次咬咬牙把俄罗斯给他打垮，是不是一劳永逸？问题是俄罗斯现在就要垮了，这个时候如果放弃多可惜，未来3-5年还来一次更大的。那个时候欧洲泽连斯基说了，如果乌克兰败了，对吧？乌克兰的部队有多少？将近90万，俄罗斯是130万，220万的部队，而且都是打了3年，实战经验丰富。你欧洲多少年没打过仗了，对吧？等俄罗斯把气喘匀了，这个欧洲根本就没人能挡得住，那个时候才叫惨。这个普京的霸业可成，所以我认为关键是在欧洲这个国家。我们再看央视新闻报道说，当地时间19日，普京表示，有关乌克兰问题的谈判将在俄罗斯和乌克兰双方参与下进行，没有人将乌克兰排除在谈判进程之外。你说这把黄俄把胡锡进老师这脸打得啪啪的，就把胡锡进老师脸放地上踩了，这俄爹真的是不讲武德。这胡锡进老师这3天一直说乌克兰被踢出这个谈判这个大门之外，乌克兰是被放在谈判桌上，是餐桌上任人宰割，是不是胡锡进老师论调？我是不是说了，美俄在沙特会谈，他就不应该叫乌克兰的，他也不应该叫欧盟，乌克兰有欧盟什么事啊？美俄在沙特的会谈，人家是先打个基础，更多的是谈的是美俄之间的关系，美俄未来怎么办？美俄外交使团要先接触，要一个响应机制，谈到了乌克兰，那么那乌克兰呢就纯粹是卢比奥说了，谈乌克兰是为了了解俄罗斯，你到底有没有诚意停火？那这个时候你就把乌克兰和欧盟拉进来，你这事不叫黄吗？那美国必然是单边，先跟俄罗斯谈，再跟乌克兰谈，然后再把两方往一起拉，这不就这么个程序吗？到了胡锡进老师嘴里，到了黄俄嘴里，那乌克兰连桌子都上不了。你看看，无论是特朗普还是普京都说，对吧？你这谈判绕不开乌克兰，这乌克兰人不同意，你有什么用啊？马上这不凯勒格到了乌克兰吗？那是不是说明美国跟乌克兰谈，俄罗斯没资格参加，撇开俄罗斯，是不是这么说？所以说你看网上这些黄俄这些脑残，这些离奇。最后再说一说，由于马斯克在美国搞的精兵简政，把好多费用给他卡了，这不国际开发署还给媒体的钱都给卡了，不给了，导致媒体没有一个说马斯克和特朗普好话的。这就是美西方媒体对特朗普也是报忧不报喜，就特朗普说对乌克兰有利的话，特朗普骂普京，这当作没看见，不报。特朗普反正对乌克兰不好，对普京有那都报道，把特朗普要搞臭。你看看特朗普就这种人，特朗普那张大嘴，一会儿这么说，一会儿那么说，那西方的媒体就是挑特朗普对乌克兰不利的把你说出来，给你疯狂报道，对乌克兰有利的不说了，对俄罗斯有利的疯狂报道，骂俄罗斯的这个咱就不提了。所以我一再重申，一再声明，我不是川粉，我也不是川黑，我们要看特朗普他怎么做。未来如果在真的能达到和平，乌克兰损失也不大，乌克兰也没什么损失，相对的公正公平的这种和平，那曾经特朗普怎么骂泽连斯基，怎么骂欧洲，怎么骂乌克兰，怎么诋毁他们都不重要了，大家又开始夸
特朗普因民生物，因为咱们还是以结果为导向。所以在我的看来，这媒体把特朗普确实也妖魔化了，给人感觉特朗普就是出卖欧洲、出卖乌克兰，投降了，已经跪下了，给普京跪下，先别急，往后再看一看。我相信今天的笑容很快就会消失。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